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话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呼吁印度穆斯林大会促进宗教和谐；司政洛桑桑格对英国展开访问；第6届全印支持西藏组织大会在达兰萨拉圆满闭幕。驻北美办事处代表出席加拿大议会西藏日活动。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署长对欧洲4国展开访问。卡尔梅克民众演奏歌曲，祈愿达赖喇嘛尊者健康长寿。瑞士国会支持西藏小组讨论西藏问题。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参访美国国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和印度穆斯林社区领导人于近日出席了由拉达克穆斯林协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联合举办的首届国家级穆斯林大会。本届会议宗旨为解决印度穆斯林社区间的差异，促进南亚穆斯林社区之间的团结与和谐。6月15号，由拉达克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团体联合举办，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独家赞助的主题为“庆祝穆斯林世界的多样性”印度穆斯林大会在新德里国际中心举行。大会邀请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印度前副总统曼穆罕德，以及来自伊朗和世界各国的穆斯林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谈到了人生3大使命。尊者进一步向与会者简要介绍了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并在谈到与穆斯林的关系时表示，穆斯林信众一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这在西藏的穆斯林信众中可以看到。然而，不幸的现实是，在阿富汗、叙利亚和也门等地发生了以什叶派和逊尼派为名的严重杀戮事件。这种事件是不可想象的，违背了基本人性的概念。因此，通过引导内心的和平来创建一个和平的世界。尊者进一步强调，除非和平来自内心，否则高呼世界和平的口号将无济于事。在谈到宗教和谐时，尊者将印度视为宗教和谐的典范，因为世界大部分宗教信仰在印度和平共存。尊者还呼吁出席会议的各国穆斯林团体的代表，向整个世界，特别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展示，以宗教的名义发动冲突是不必要和徒劳的。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于6月16号前往英国展开了为期10天的参访行程。司政洛桑桑格从6月18号至28号在英国展开访问。司政在英国访问期间将会见居住在英国的藏人，同样还将会见英国政要和支持西藏团体的代表及成员。与此同时，司政洛桑桑格还参访英国大学，并在该校发表演讲。另外，为期2天的第6届全印支持西藏组织大会于6月16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新建会议大厅圆满闭幕。在印度援藏组织西藏运动核心小组的组织下，为期2天的第6届全印支持西藏组织大会于本月15号至16号在藏人行政中央新建会议大厅召开。来自印度21个邦的216位支持西藏小组的成员和代表，以及来自政治、教育、商业和精神阶层的印度领导人和援藏人士，聚集在藏人行政中央会议大厅，以纪念在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带领下，数万名藏人僧俗民众流亡印度60周年，即1959年备受尊重的印度党国领导人纳拉扬首次就西藏问题发表讲话，并要求印度民众支持西藏人民的自由抗争事业。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西藏运动核心小组会议召集人仁钦堪卓克里美和该组织联合会议召集人苏仁达库马、印度资深领袖伊德瑞什库尔玛、知名远藏人士阿南德库尔玛教授为首的多位印度政界人士受邀出席了活动开幕仪式，并发表演讲。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于上周二在加拿大渥太华出席了由加拿大议会西藏自由会组织的国会西藏日活动。6月11号，在加拿大议会西藏自由会的组织下，在加拿大议会大楼举办了国会西藏日活动。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应邀出席了这一活动。包括加拿大自由党议员阿里夫·拉维尼、保守党议员加内特、自由党议员詹姆斯·马洛尼，以及新民主党议员彼得·朱利安和新民主党议员琳达·邓肯等多名议员，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前首席部长扎西·汪堆等相关人士出席了会议。在活动上，6名在国会议员办公室实习的藏人大学生讲述了实习期间的心得。与会的议员们也分别表达了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了解。代表欧洲次人在致辞时感谢加拿大议会西藏自由会的成员们对西藏自由运动的不懈努力和支持，同时也感谢他们为年轻的藏人大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署长索南曲培于本月12号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前往瑞士、法国、加拿大和美国展开一系列的访问行程。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署长索南曲培于6月14号访问了瑞士西藏社区，向当地藏人民众介绍和讨论了有关流亡藏人社区选举制度的规则和条例的变化，并澄清了与此有关的多个事项。署长索南曲培于6月17号访问了法国，6月19号访问加拿大，6月22号访问美国。6月29号，他将在纽约会见该国政界和远藏人士以及流亡僧俗民众。结束对上述地区的一系列访问行程后，索南曲培将于7月3号返回印北达兰萨拉。另外，在藏历最殊胜的月份萨嘎达瓦之际，卡尔梅克共和国僧俗民众举办传统乐器表演活动，祈愿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长久住世。近日，在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共和国佛教领袖及藏人行政中央驻莫斯科办事处代表戴洛仁波切的组织下，该国民众表演该国著名乐器东布拉，祈愿达赖喇嘛尊者法体安康，永驻长寿。达赖喇嘛尊者分别于1991年、1992年和2004年访问过卡尔梅克共和国。在藏人行政中央驻莫斯科办事处代表戴洛仁波切的领导下，这一年度活动始于2015年。最初只有200多名僧俗民众参加活动，但每年在萨嘎达瓦月期间逐渐增加到700多人。现今这一活动已成为一项盛大的年度活动，旨在保护该国文化、音乐、民间传统和推广国家乐器东布拉。瑞士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于本周一在瑞士伯尼尔国会大楼举办了夏季会议，讨论西藏局势。6月19号，在瑞士国会议员支持西藏小组副主席马格拉尼夫女士的主持下，该小组成员在伯尔尼国会大楼办公室出席了夏季会议。该会议每2年举办一次，主要讨论西藏境内外的局势、国际支持西藏问题趋势和瑞士国会支持西藏小组的相关工作。出席此次会议的有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齐美仁增、办事处工作人员甘丹措木、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区议员桑多江巴次仁和瑞士国会支持西藏小组成员，以及瑞士西藏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请继续来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
在西藏人民议会常务委员会议员宫阙丹增的率领下，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西莫朗他钦、突登加参和次仁纳姆等议员于本周三参访了美国国会，并会见了美国国会议员和国务院官员。6月19号，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在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仁等的陪同下参访了美国国会，并会见了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吉姆·麦戈文。代表团还向议员吉姆·麦戈文介绍了有关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和中共严格打压宗教自由等的情况，并指出中共加紧剥夺藏人的基本权利和行动自由，以及限制教授藏语文和藏人青少年出家或驱逐少年僧人等的状况。代表团还提到了西藏境内153名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和第11世班禅喇嘛失踪等的话题，并呼吁美国国会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和解决西藏人民的基本诉求。代表团成员还感谢了美国政府及人民长期以来对西藏人民的慷慨援助和支持，并呼吁继续支持和援助西藏人民。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吉姆·麦戈文表示，我和国会成员们一直在关注西藏的问题，特别是遭中共持续打压的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我保证美国国会将会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西藏人民。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